坐下，陪我待一会儿。这是什么？啊，对了，噔噔噔噔，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？你忘了吗？你发给过我你的资料，让我全部背下来来着。那我生日也就种这么小一个蛋糕。我回来的时候太晚了，所有的蛋糕店都关门了。不过我特别的幸运，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小男孩，他正好也在过生日。你从人家小朋友手里抢了一个蛋糕过来？对啊，不，其实不算是抢，我给他唱了一首完整的生日歌，然后他好心的分享给了我一块。我也要听生日歌。许个愿吧。你先唱歌。行，给你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是你出其不意打破夜的僵局，不经意靠近却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他能一直留在我身边。许什么愿啊？不告诉你。小气鬼，那分蛋糕吧。谁说我跟你分啊？尹思辰，你不知道什么叫见者有份吗？再说这是我买的。想吃吗？来抢。好吃吗？如果说命运隐藏着玄机，突然的关系多措手不及，为何我的眼中会慢慢变拥挤，人海中爱却只容得下你。学长，怎么样？米兰之行如何？还不错吧。这个是给你的。还有我的礼物啊。青团尼罗，你做的？我妈妈做的。她说感谢你帮她换了烘干机。举手之劳而已。好了，我还没有吃午饭，要不要一起啊？顾西西。思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之前帮郭阿姨点忙，然后西西替阿姨送点东西给我。青团是什么？青团是我妈妈亲手做的，给莫学长当做谢礼。莫子欣现在还真厉害啊！你会做青团吗？会啊。我要吃。你可以买啊。我要吃你做的。是吧，小少爷？没吃过啊？怎么样？难吃死了。怎么会呢？如果我刚才不过去，你会答应和他一起吃饭吗？莫学长。会吧，毕竟我还挺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青团的。干嘛？这又不吃了？我本来就不爱吃这个东西。不吃，为什么你让我给你做呢？有人吃了我丈母娘做的东西，我当然要吃你做的了。啊？你
幼稚。你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？你这段时间一直忙着开店的事，应该都没有好好吃饭。犒劳你的，宵夜。为什么还要特意准备烛光晚餐？这么多话，快吃。不敢。你该不会是要我喂你吧？不用，我自己吃。开店的事忙得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开业？下周3。下周3。怎么了？能不能把你开业的时间往后推一推？我可不可以问一问原因啊？我最近碰到了点麻烦事，我需要解决一下，需要点时间。等我解决完这些事情，你开店的事我会帮你完成。哎呀，但是我的店址都已经选好了，而且定金都已经交了。我知道，你选在柳荫街48号，这个地段不好。你不希望我开店，对不对？我不是不希望，我只是不希望是现在。不是都一样吗？有区别。你开店我是支持的，但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。为了 Bingo Enjoy， 你决定放弃我的梦想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件事了？我不小心看到。可是现在你已经擅自替我做了决定，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不该由你来承担，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打算告诉你。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处理完，只是需要点时间，顾西西。请你相信我。谢谢你的烛光晚餐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会保住我的店。西西。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事情？你自己做的，你不知道？我做什么了？外贸并购Enjoy遭信源危机，顾西西为原创品牌拒绝 Alex。好了，不要再念了。我说过我可以解决这件事情，你只要给我点时间。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，我不像你那么卑鄙。我卑鄙？对。你确实可以用任何手段强迫我答应你想要的事情。拜你所赐，我已经换了新的店址。你说什么？新的店址？你不知道吗？因为你不希望我开店，所以你就用卑劣的手段去抢占我的店铺。这些我都已经知道，房东已经告诉我。不过现在这件事情不重要了。Alex 的事情与我无关，不是我做的。我也不愿意相信是你做的，但是除了你，我想不到别人。而且你是唯一的事件受益者。现在全世界都知道，才华横溢、又独立又有个性的设计师顾西西，拒绝了 Alex， 创立了自己的品牌。很抱歉，我没办法按照你的计划去过我的人生。虽然说我拒绝了 Alex， 但这种事情我不会做。现在是与你无关了，顾西西，你自由了。